宣布要伫个7个县市来设立到儿童疫苗的注射站。台北要设立个自由广场，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个议会闭巡的时阵来吐槽，讲这是一项白痴命令。因为自由广场的另外一头是咧做车内属的 PCR， 来的人拢是阳性胃着病毒的民众，恐惊一个无小心就会喂互囡仔。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是甲呛转去，讲两个地点有一段距离，动线嘛分甲真开，无可能会交叉来感染。很白痴的命令就学校就打完就好了。国民党的议会答询拢针对疫情指挥中心，那事先无沟通，更加是因为自由广场其实有很多快筛阳性的，我们有。自由广场即马就是车内所 PCR 的体检站，就讲一边注意风车，一边是车内所会有稍微过路，要过站的。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就伫面前写文章说明讲，两个地点有明确的动线的分隔。囡仔注射站伫室内1楼，车内所是伫2厅院前的广场，双边的民众袂顶他。最后佫加一句，自由广场足快，有口水意思。我刚刚自己也实测哈，大概差500-600公尺了。刚刚去敞开，应该是动线没有交错，所以不会有交互的问题了哈。记者实际来到自由广场实测儿童疫苗施打站跟 PCR 车来速，到底要走多远才会到？记者实测两个地方的距离将近500-600公尺，走了将近5分钟才到。虽然讲去体检的人有较少，不过同款一直有车辆进入，是讲来做 PCR 体检的民众，一般未落车，体检线就会直接为自由广场的大门离开。6月7开始做的囡仔注射站，目前要伫进行最后的时间作业。卫信2路大中门出入上界方便，双边的动线离正远。这会使好，还未甲学校注文的家长会使加一个选择。是讲国民党佫为了防疫的问题咧批评中央，这个对立的气氛恐惊无遐简单就会当化解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